我好記得我小四嗰陣時，我個班主任同我阿媽講話，佢成績咁差，可能就真係要放棄佢。呢一句我記到而家。最好嘅就係我講完之後，真係有人會走嚟問我一啲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應該要點樣解決咁樣。因為我係好細個嘅時候咧，係阿嫲照顧嘅，之後先要換翻係阿爸阿媽照顧咁樣。阿爸嘅話就好少翻屋企，但係一翻到屋企咧就基本上有打有鬧。阿爸阿媽佢哋好睇重我，你現實有啲咩成就，咁過程佢哋係完全唔關心。我到中學嘅時候咧，我由全級倒數第13名，突然間升到中學之後，我就考咗個全級頭16。然之後我阿爸攞住張成績表咧，咁去睇一睇就話點解英文得80幾分？我嗰陣時就只係一種感覺就係嚇，點解英文80幾分？嚇！我已經由末段班去到頭段班，但係佢唔係睇到我進步嘅地方，而係睇到我唔夠嘅地方，真係會有一種我做嘅努力係得唔到回報呢一種感覺。學校啊嗰啲又會覺得啊，你係男仔嚟㗎嘛，咁唔可以喐啲就喊。越嚟越後邊咁，我就會發現就係收埋呢一啲嘢收得越嚟越多，就會到一個臨界點，會到一個極限。無論係學校又好，屋企又好，即係冇任何一個人係會企喺我呢一邊，甚至係有一種覺得不如死咗算咁嘅感覺，係完全唔會話係有任何開心嗰種感覺咯。我中學足3年級其實就休咗學，休咗1年。19歲嗰陣時去台灣。大學嗰陣時，我一開始應該係因為失眠嘅問題去睇醫生，咁我就喺嗰張藥單嗰度啦。咁嗰陣時我先知道我係確診咗抑鬱症咯。我諗應該係我翻到嚟香港之後1年，即係隔咗1年之後先開始接觸。嗰陣時又參加一個叫梳乎你嘅計劃，又去帶下呢個導賞團啊，即係會帶啲正官啊，或者係同啲會員一齊去行唔同嘅地方咁樣咧。咁嗰陣時又多咗分享自己嘅一啲故事嘅機會，真係有一啲正面嘅回饋。對我嚟講，最好嘅就係我講完之後，真係有人會走嚟問我一啲可能比較深入啲嘅嘢，又或者係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應該要點樣解決咁樣。我以前會覺得同其他人分享自己其實係俾緊一啲負擔人哋，而家可能分享多咗，反而會覺得即係我會知道我呢啲好平凡、好平平無奇嘅一啲生活，對於其他人嚟講可能係好值得參考嘅。好開心可以，其實每一次都可以見到大家。如果自己覺得自己未準備好嘅話，咁就我都唔緊要。即係當中都有啲本身又唔肯去分享，到到肯分享啦，主動分享啦，我想透過玩啊、分享啦，同埋一啲嘅食嘢一齊傾嘅時間，去建立咗大家一個社交網絡。其他人都係有類似嘅經歷，就變咗大家都係有故事嘅人聚埋一齊咯。即係自己想講先至講，咁唔需要話有啲咩太大壓力。我自己都係秉持住一種每一個人嘅經歷都係獨特嘅咁樣嘅心態去聽咯。起碼而家我出到嚟同人分享嘅話，咁人哋可能都係受到你即係感染啊，係咪？就係我真係冇諗過。係啊，所以其實有時你冇諗過，但係其實你好多嘢都做咗。咁阿鄧 Sir 就係好意外地，可能因為佢本身都有呢一類嘅經歷咯，就會更加了解到我想表達啲乜嘢啊。自己一個諗嘅話咧，係真係有一個局限喺度，就真係好需要第二個人提供唔同嘅觀點。咁啱好社工就係真係可以做到呢一個角色。有啲咩問題都會去揾佢。有時候去唔同嘅地方分享咧，一開始一定會有少少怯㗎嘛。個時候真係有一個熟嘅人喺隔離咧，就會安心好多咯。
所以都係啦，其實原來識得去表達，去喺翻對方嘅角度去表達都係幾重要。我嘅經歷咧，唔係完全係差嘅，亦都可以俾到人哋一種意見啊咁樣。嗱，我嘅睇法啊，如果你有一啲身邊你值得信任嘅人咧，你不停同佢講唔緊要㗎，佢會聽㗎。第一步，行出第一步咧，你就好似我咁啊！以前我叫開心翻屋企嘅都唔講。